又到畢業嘅季節啦，比學校其他嘅工作，我更加鍾意慢慢剪你哋嘅片，好似返3年前咁，同你哋成長多一次。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愛恨都不分。但我不懂是將來，但我正待你歸。回憶多刻都要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天多黑都要再光一次餘剩下，要是但生死無常，渴望如一會再給你盛裝，給我一會通通不理他，繼續再浪漫。Hello， 我係深水埗深宵外展服務嘅社工啦，我叫阿翁，係啦。我覺得佢由認識佢到佢同我哋一齊行夜山啦，到去參加深夜狂行呢個活動咧，佢越嚟越大個仔咗。佢講到好多佢內心嘅説話，當佢講到嘅時候，其實佢好有感染力嘅，佢令到人哋好感動。同埋佢通常講嘅説話咧，都有一種魅力嘅，就係咧。佢會令到好多人好團結咯，因為佢係一個好重視團隊嘅人咯。大家都知道子俊嘅體能好 fit 嘅，係啦，又大隻啦咁樣樣，所以咧其實佢要我哋行嗰條路咧，佢一定行得晒。但係嗰晚就因為有一啲人，可能佢哋嘅身體狀況，有啲參加者佢唔得，我哋最尾咧係冇攻到頂嘅，最尾去同大家講係因為佢最想嘅係同大家一齊行。咁我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宵外展社工 Jackie 啦，係啦，咁。一講起 Andy， 我都唔知叫你做子俊定少偉好啦，係啊，因為你成日叫自己做少偉啊嘛。咁但係 anyway， 我覺得咧，我好想你過往可能有啲唔嗲唔吊啦，咁去到呢一刻，其實你好想去做助教，你好想去擔任唔同嘅角色。我覺得呢一樣嘢唔單單係喺深夜狂行入面令到你有好大嘅成長，而係你自己其實都努力咗好多。希望你可以做你想成為嘅嗰一個人，而呢一個人嘅背後，我會好盡力地去陪伴你去走你想走嘅路。好，子俊，咁啊，首先恭喜你畢業先啦。以我認識嘅你，你都係一個好有目標嘅人嚟嘅，唔好因為自己個能力唔夠或者依家未做得到而放棄每一樣嘅事情。咁啊，如果你有乜嘢要困難要幫手要學習，即管揾我會幫你嘅。喂，嘉雄，我首先恭喜你畢業先啦。相信你都好記得喺背後呢個地方。我第一日認識你，我仲走去問你大個想做乜嘢，唔知你記唔記得你點樣答我？你同我講你想去做揸車，咁但係依家好好啦，介紹咗份工俾你去做欖球總會啦。咁啊，希望你畢咗業之後前程錦繡，唔好掛住用啲錢喺晒女朋友嗰度啊！喺奮進行動咧，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嚟嘅。希望你日後有時間嘅話，有心機嘅話，就翻嚟幫我手，一齊搞好呢個奮進欖球隊，繼續做我哋隊嘅榮譽隊長啦。嘉雄你好，畢業啦！我呢3年我印證到你有一個好個人嘅家雄，變成一個團隊嘅家雄。無論喺欖球隊啦。6A 班定還是你而家工作嘅工作社群裏面呢，你都慢慢揾到你團隊嘅角色同埋價值，慢慢識得調節呢樣嘢呢，係我咁多年嚟呢都好想話到俾你聽。成熟嘅男人係知道自己個膊頭孭住幾多嘢，知道要保護啲乜嘢人。我覺得以你而家呢個年紀，你已經做得好好啦。
阿莊，我叫黃綺瑜啊。李海文，恭喜你啊！終於咧中六畢業啦，成為一個中學嘅畢業生，恭喜恭喜！海文咧係一個性格好樂天嘅同學仔，佢同同學咧相處咧，其實係經常都會有好多愉快嘅笑聲。佢同啲陌生人咧，亦都好容易打成一片。呢啲咧都係我一路都非常之欣賞嘅地方。海文咧，其實我知道咧，你好想第日畢業之後咧，就成為一個老闆，係自己創業，自己咧喺某一個行業度做嘅。我都祝願你咧喺你去諗自己嘅生意嘅時候咧，有一個清晰嘅方向。祝你呢個生意興隆。蔡浩然，我都恭喜你，終於咧中六畢業啦，完成咗中學嘅生涯，成為一個中學嘅畢業生，恭喜晒！浩然咧係一個邏輯思考好清楚、心思好細密嘅一個學生。佢咧亦都好為到別人同學嘅着想去諗嘅。尤其是高中嘅時候咧，我見到你嘅情緒管理。去諗別人嘅角度，多啲去取捨自己嘅需要呢方面咧，都進步咗好多。我知道咧，未來嘅日子咧，徐浩然咧會有自己嘅諗法計劃，我都祝願你順順利利成功。尊明咧係一個好愛錫家人嘅一個學生。最上一次同你傾偈咧，你話想出去揾工，想做嘢。再對上一次同我傾偈咧，你就想繼續讀書，將你嘅數學嘅優勢咧繼續發展落去。不論你嘅方向係點，記得要行你嘅路，行出你自己嘅理想嘅人生。咁啊 Ashwin 啦，都算咧，即係真人湊大㗎啦。因為佢其實就冇乜人理。咁啊，其實學校咧，我哋都俾咗好多活動啊，或者係有機會咧，就都帶佢出去玩啊，或者學嘢咁樣嘅。咁佢其實有個志願咧，就想做警察嘅。咁啊，都初就陪佢去參加奮進嘅龍舟隊啦。咁啊，星期六陪佢去啦。咁啊，後來又中意打 boxing 啦。咁而家咧，咁啊應該越嚟越成熟㗎啦。佢由一個肥仔咧，變咗而家又好 fit，大家都有眼見㗎啦。咁啊，希望佢成功啦。學校咧，陳宇航嚟咗之後咧，學校俾咗啲咩佢咧？我最記得由最開始咧就係嗰個普通話比賽咁嗰個普通話比賽咧就錄影嘅咁結果咧佢係得咗個細細啲嘅獎啦。咁呢個獎咧就真係一個好嘅開始啦，因為佢之後咧就不斷攞獎。好少有學生咧講嘢咧叻過我嘅，係陳宇航咧把嘴咧就叻過我。Hello 啊，湯景，識你嗰陣咧，覺得你好高冷，好似好難埋身咁。但係我外貌協會嚟㗎嘛，咁我一定會埋你身。結果發現咧，其實你有個特質都幾令我驚訝。你好早知道咧，自己唔係行讀書嗰條路。讀完毅進文憑之後咧，去考紀律部隊。另外我都知道你係一個大隻佬啦，你大隻到咩地步咧？係可以去做教練。咁樣都未必唔係一個好好嘅出路啊！希望你可以繼續秉持你自己健身嘅時候嗰種嘅堅毅精神，持續努力。換偉咧係一個我都十分之喜歡嘅學生，
佢咧就不單止體能好好啦，成日都做運動啦，而且咧亦都好中意坦誠咁樣分享佢自己嘅個人生活同埋佢嘅感受俾我聽嘅。我亦都見過佢咧好中意鼓勵其他同學，人哋唔開心嘅時候咧會鼓勵佢哋起翻身。呢啲位咧我都會好欣賞嘅。我知道你出嚟社會之後咧行翻一條亦都開心嘅道路。大家好，我係莊家星，好多謝學校帶我去跑步，令到我由入學嘅時候一個肥仔變到我而家咁咯。好多謝聰 Sir 帶過我哋去無數次嘅馬拉松啦，喺啲10公里裏面啦，我都學識咗點樣獨處啦，同埋就學識咗點樣同人相處。好多謝學校有好好規劃我嘅未來啦，推薦我去台灣讀書啦。嚟緊呢4年，我會好似跑步一樣，會全力以赴，好好去讀呢個大學。我亦都唔會辜負咗媽咪同埋屋企人嘅支持，我會堅持住嘅，放心媽咪。邀請各位，相信再差空氣都有再生花。邀請各位，相信在莊街角美麗能自拍。如行囊只需吉他，前途只需驚訝。暈低咗啊！乜嘢啊？家星抽筋，你自己出嚟睇啊！抽筋啦，家星！生翻啦！站在這裏，繼續再唱新歌，再去闖新世界。回憶多刻，都要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天多黑，都要再光一次餘剩下。要是但生想無常，渴望如一會再給你盛裝，給我一會通通不理他，繼續再浪漫。因此各位將要再多千歲先至再牽掛，祝福各位將會再得一切風雪講下。仍能去到盡嗎？仍能生到活嗎？站在這裏繼續再唱新歌，再去闖新世界，留下回憶多刻，都要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天多黑，都要再光一次餘剩下。要是但生想無常，渴望如一會再給你盛裝，給我一會通通不理他，繼續再浪漫。記得所有味道都叫未來來慰問你，你好嗎？陽光下，回憶多下。